到左倾公博仁波切弘法世界的节目现场哦。我们想要请教一下仁波切哦，我们一般佛教藏传佛教的祈愿，跟我们一般民间说我要去拜拜，我要去问一些许个愿，有什么不同？这个藏传佛教的祈愿有什么其他特殊意义吗？这个方面来说呢，就有非常大的不同。所谓的非常大的不同来说呢，就当然是每一个去怎么说呢？烧香拜拜的这些人都是，当然是心里有非常善的身份，而且是就是心非常善的，而且是也有宗教信仰的。但是这个当中来说到，就有很大的不同在哪里？那就是每一个人的发心跟起心动念不同。所以就是平常的很多的民众来说呢，就是没有特别深的信仰，也没有去学过的情况下，那么他的发心不一定是会正确。发心不一定是会正确的情况下，那得到的利益并不是很大，甚至也可能是会变成怎么说呢，没有利益等等的有这种的问题。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很多的那个佛教徒呢，就是在藏传也好，韩传也好，很多的寺庙都是在举办一些比较大型的祈愿法会的原因呢。那么这种祈愿法会呢，就是平常我们自己一个人去在寺庙里面拜拜个朝圣，跟不同的地方是祈愿法会的那一天呢，就是在邀请很多的高僧大德跟很多的僧众一起发心，一起修持，所以他们的发心是一定是会正确的。所以相当我们佛教徒做发心跟回向的时候，回向发心都是需要那个非常正确的话，那我们自己不懂，所以就是必须得要跟着文殊菩萨，跟着地藏王菩萨，跟着观音菩萨等等，跟随着这些诸佛以及菩萨们，过去他们为众生有所做怎么样子的回向，那么我们也是今天如此的回向，以这样去祈愿。所以就一个祈愿祈愿法会当中来说到，那么就是在法会上的很多的僧众，很多的高僧大德们的发心是非常正确的，所以你是只有参与就可以得到正确的发心跟祈福，所以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真的差很多。我想请教这个公博仁波切因为我们今年2012年是一个非常动荡的一年那2012年也是有很多的预言说这个地球即将毁灭我们看到这个去年的日本的宫城大地震也好，海啸大地震啦，还有纽西兰基督城的大地震啊，一大堆的灾害再加上全球的经济不景气啦，什么欧债危机啦，美国的次贷风暴啦，还有全球的经济衰退啊，然后其实全世界的人都在担心可不可以针对这件事情请这个仁波切帮我们全世界的世人开示一下，让我们怎么把心安住？对，因为我们也是针对这些里面来说到，就是当然是在大家都是对这个2012年的世界末日。我是没有看过，但是很多人说看过一个影片，所以就大家都心里就很恐慌，然后非常的害怕。一开始没有害怕，现在已经2012年已经接近了，所以就大家都觉得有点心里不安。所以那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呢，就是主要的发心都是为一切众生。那么我们当然知道这些很多的灾难它是来自于哪里的？那么在很多的灾难来说的，也是来自于众生的共业而来的。那么如果是众生的共同的福报够的话，那就不会有这些灾难，那就自然而然就不会有这些灾难。但是现在魔法时代，我们佛教徒说的是魔法时代，所谓的魔法时代，五浊恶世，那就是现在很多的众生都是非常不善是因果，所以只是想到自己，不会想到他人，很自私，然后就很没有满足，所以就有很多的众生的功业，所以就是会常常出现这些灾难。那么关于这个世界末日的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倒是比较恐怖吧，对不对？对啊。其实这个方面来说的话，那当然是不会有这种这么严重的问题出现。但是呢，就是在地震也好，海啸也好，那么在战争也好，那战争来说到，就是如果是没有那种真正的战争，那就是经济的战争也是很大的战争。所以就经济上面的任何的一个灾难，都是对我们人类的生活是有息息相关的。那么生活跟生命是有息息相关的，所以最主要的
人的一切快乐有不快乐，一切都是跟内心有最大的关系。所以内心能够可以在比较稳、比较平的情况下，那这些很多的事情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所以内心能够可以平衡的方法是，我们要做善事。心里必须得要想到他人，不要一直都是想到自己。那么心里要有一切众生，要知道一切众生的感受，所以要发菩提心。所谓的发菩提心呢，就是我们就是对自己的亲朋好友的慈悲一样，慈悲心一样。那么对所有的众生要有一个这样的慈悲心，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菩提心当中呢，包含了一切。你要拯救经济，经济也是用菩提心以外没有更好的方法。你要那个保护环境，也是没有比菩提心更好的环保。那你要在怎么说呢？那个拯救经济或者是那个世界的一切灾难，都是主要有菩提心就可以。一切都包含了。那么所谓的菩提心为什么有包含了一切呢？因为你有菩提心，发菩提心的对象是一切众生，你心里没有任何的伤害他人的一个这样的心，你就可以完全放下自己，能够可以做到利益他人的一切事情的话，那世界上不会有国家跟国家之间也好，个人跟个人之间也好，那么就是在公司跟公司之间也好，没有那么多的斗争，也没有那么多的嫉妒，也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出现。那么因为这样，在我们人类的问题才是最多的。所谓的一切众生呢，就是在所有的众生，不只是人类，这个地球上面来说到，就人跟畜生这两者，但是在我们人类的怎么说呢？问题才是最多的，因为人太自私了，没有菩提心，没有慈悲心，整天到晚想到的就是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就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一切众生，光是在对整个人类，想要做一个贡献也是没有。如果是有一个人做一点点贡献的话，他也是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要得到一些好的名声，然后就得到一些好的金钱等等，这些也是倒过来讲的话，他的根本也是利益自己的一个想法。所以利益自己的任何的想法都是不好的。所以就是带来很多很多的灾难，也是因为只是有为自己做事情，然后太自私了，所以就没有为他人做事情，所以就是很多的灾难，疾病也好，战争也好，那么在自然的灾难都是这样来的。那么自然的灾难跟我的怎么说呢？对其他人的一些不好的行为跟自然的灾难有什么关系呢？也许有些人会这样想，但是自然而然，因为你这么自私，所有的人都是跟你一样的想法，每一个人都是想要得到快乐，想要得到幸福，所以你跟所有的人都是一样，你跟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行为的话，那就是众生的功业就是就非常大。所以因为众生的功业特别大，所以众生共同的福报没有，所以自然灾难是一定会来的。所以就是为了不要来自然灾难，就是要做善事。是，对。这样子，我们听的这个贡摩仁波切来帮我们开示，我真的觉得大家应该要有利他的菩提心。只要有利他的菩提心，就不要怕2012年会有什么样的世界大毁灭，而且世界会越来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心到是自己的问题了。下一段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教贡摩仁波切来告诉我们台湾未来该怎么办。